来看俄乌战争哦，战到今仔已经战1000天了。美国的拜登政府答应乌克兰会当使用美国制造的战术飞弹攻击罗西亚。英国甲法国嘛同意乌克兰会当来使用因研发生产的暴风影飞弹拍罗西亚，因为即马阁有北韩的军队来协助罗西亚，俄乌战争恐惊会阁扩大。针对美国拜登政府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的陆军飞弹战术系统打击俄罗斯领土，各国则被批评美国外游南回，佮威胁俄国要伫乌克兰使用新型武器。Знаете, пока есть публикация в западных СМИ, 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уходящ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美国的陆军飞弹战术系统 ATACMS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射程有300公里。过去年外，乌克兰一直咧使用这套系统作战，不过攻击目标仅限制伫个乌国被占领地区的俄国目标。反复进行固执放行，就是烦恼战争升级。不过面对川普上台了后，可能停止援助乌克兰，必须拜登伫射程进前做出重大改变。But right now is an important time. With just 60 days left in the administration, Biden is trying to throw everything he can to help the Ukrainians in this war because he doesn't know what comes next with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到伫美国政府了后，英法两国也对咧同意乌克兰使用能够研发射程达到250公里的暴风影密装巡弋飞弹，对俄罗斯进行深度打击，加上1万个北韩士兵投入俄乌战争。伫咧巴西参加G20峰会，英法领袖拢个表示支持俄国嘅立场。I'm at the G20 with one message, which is that we must double down on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Je pense que notre devoir est d'aider l'Ukraine à résister. C'est une guerre de résistance, à protéger son territoire. J'avais défini à Meseberg la stratégie qui est la nôtre et la doctrine. 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警告，若温准西方武器用伫攻击俄国领土，莫斯科会将这看作是北约直接参加乌克兰的战争。另外，俄国也捌为红线，其中一寡红线已经被超过，包含提供乌克兰现代战车甲喷射战机。不过，无致使俄国甲北约爆发直接冲突。虽然乌克兰外长则被强调，美国放行长途飞弹打击俄国，会彻底改变战局。不过，姚长官认为，华府甲即马只开放裁定是已经上过班，对有效改变战局未产生明显的效果。明年1月20日，川普上台了后，是不是马上中断这项政策，也是未知数。公司新闻警员评评价。